诸位林友，诸位相信，今日虽然的因故不能親自教劉金貴劉教授另在第一，但對事就清而感懷就義，絲毫不減。我懷着哀痛的心情，代表明月教授您答應，帶着最深沉的對事而感恩，並向劉教授的家屬帶着誠摯的慰問。規則寫在為人教導社情文化，不是張揚，默默守護本領，向將42年，細心料理節節，不求名利多報，做一個實實在在修行的人。規則的歷史是明月教授您的動態函數，但規則為愛人間德質永存，光照後人。期望規則功德回響，加入內定淨土，仰望我們大家珍惜這份法網，承繼規則的精神，更修更勉，精進回頭，得手拜望。